there is Canada, we sincerity believe on in your part. free and open and frank dialogue, and that is what we will continue to have. We will continue to look to work constructively together, but there will be things we will disagree on. We'll 有 have 些可以建设性，但是创造条件，创造条件。 Let's create the conditions first. 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近年来，中加关系面临困难的缘由经纬、是非曲直很清楚，责任不在中方。相互尊重是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加方应当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中加关系改善创造条件。中国从不干涉别国内政，也反对任何国家干涉别国内政。近年来，中加关系面临困难的缘由经纬、是非曲直很清楚，责任不在中方。相互尊重是国与国关系的基础，加方应当秉持求同存异的精神，以实际行动为中加关系改善创造条件。你昨天提到的这段视频，确实是两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期间进行了简短的交谈，这很正常。我觉得不应该被解读为习主席批评谁或者指责。我不认同这是一种威胁。你们都看了这个视频，我觉得两国领导人在 G20 峰会期间进行简短交谈，这很正常。我们都在表达各自的，就是双方都是在表达各自的立场。